因为那个静茹老师他会迟到，因为他每次都很漂亮，弄得很漂亮，然后他还是领队。我现在很受不了有人迟到，所以他就后来，但是我先生有跟他道歉，他说我的态度不好，但是我讲的是事实，不能让全团的人等你啊。但是后来他们两个就变很好的朋友，所以我跟我先生讲说，你情绪要先放下来，讲道理，不要把情绪先在前面。那就很可惜，这样。好，我们要来看西鲁老师，继续要来带领我们的同一个。好。今天呢，我们真的很有福气，能够来带来享受。老姑讲师的给我们的这么棒的分享这对我们的心理各方面非常非常好。今天呢，他的题目是一起变好，而且呢，又要注意连老师的那个亲子关系最重要的亲子关系伴侣关系还有跟人的人际关系，这是我们是最重要的我们现在鼓掌，欢迎我们的老师。各位长辈、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很久又终于在现场见面了。其实在现场见面有现场见面的好处真的，我觉得人跟人就是要有温度嘛那网络当然有它的便利性如果说要我讲的话，我人住台北，我如果可以在我家这样子。上半身安尼好安尼就好我下半身穿一下短裤，你嘛唔知嘛我伫阮家我的时间到画针画坐头前这个是最省事。可是呢，总是觉得人跟人的相处中间还是需要有温度的接触，因为毕竟网络上你看到，其实我在这样子2年全世界的这样子2年的疫情的过程当中。一开始大家都很有趣，是像在德国，我朋友很多的经验是这样，他们去年就很严重嘛，所以他们一开始用网络这些上课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说很不错很方便现在这个网络居然可以达到这样子的效果，然后大家就觉得说这可能是以后的一个趋势当然后来过了大概大半年以后，他们就开始觉得那个不行，有那个小朋友上学从来没有看过同学的。就是他如果是1年级刚好碰到疫情，那个1年级上学的，你跟你的小朋友从来都没有看过同学，也没有看过老师，然后都是在线上，那更不要说那个幼稚园的小朋友，然后再加上有些长辈不能出来，就会看着那个荧幕，总是觉得缺了些什么，所以我就觉得还好，没有这个 AI 的东西，或者是这种3C 的产品没有取代掉人毕竟我们人还是很重要，是人的关系。那在变老的过程当中，我们今天的这一课特别要谈到的就是，其实你不是只有一个人在变老，而是你周遭有很多的人跟着你一起变老。那首先，接不起等一下好，那这些人有可能是，当然就是有很多的不一样的角色在你的身边。当然他也在跟你变老，没错，因为他人生出来开始第一件事情就是从第一天开始就会变老大概一致的，不管你是郭台铭也好，不管你是一般的平民百姓也好，同样的一个道理，就是大家都公平的一件事，就是从你出生的那一刻就在变老。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在不管是你的周边里面的人，你觉得有哪些人跟你一起变老？家人、朋友，对不对？教会的人你的团体的人所有的都是。那么，我想大家的经验应该会经验到说，有时候呢，比如说我的孩子，因为我跟公公婆婆大，所以有一届我的囡仔已经迄当就细汉的时，迄当就细汉的时，因就捌讲过，有一届我儿子就讲了一讲，我老我要像我阿公安尼。你若做阿公的，做阿嬷的，你听了这会做欢喜袂？欢喜就欢喜的，对吧？不要忘记了，真的，你的孩子、你的孙子是看着你的背影，他也在学习变老。所以你现在什么样子，你的孩子、你的孙子都是看着的。好，所以其实你的变老过程是很重要的，会影响很多人。不要只想说我凊彩过就好啦，过一天算一天就好不是。
其实你会影响很多的人。那第二件事情，这是题外话，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或许在亲子那里也可以讲，但是现在因为刚开始，我在想说，因为呢，我妈妈她就从3个礼拜前，她就检查出她有大肠癌，然后呢，我们其实都蛮惊讶，我们就想说奇怪，她是之前在台南，然后搬到台北，然后这中间都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她就跟我们说，其实她7年前就有检查到潜血，因为这故事她答应我可以讲，因为她现在很后悔。好，那我就跟她说，你7年前就检查到，你为什么不爱？然后我通知你去做进一步检查，你为什么不要？她的理由是说，我不爱造成孩子的什么负担。我听了真的是一整个的冒火，我只能说，我真的是一整个好。她是这样想，同样一个例子，也是我的家人，就是我的婆婆，她也是7年前检查到潜血。她跟我妈妈完全，他们2个只差1年，没有赶年哦，民国33年生的，他们不一样的反应，造成他们2个今天完全不一样的结果，所以我一定要跟我们长辈讲，不要天真的乱想，用你的想法去想医学是怎么一回事 ，OK？ 这2个阿嬷都是一样的年纪，但是不一样的想法导致于他们7年后完全不一样的结果。我妈妈那时候是想，她就是说，第一个她可能也害怕检查，第二个呢，她觉得，哎呦，安尼好个检查囡仔爱负担啦，啥啦，那万一安怎啦，都怎么样，好，她就自己想了一堆的，然后就决定隐瞒，所以她就把这件事情也都没有跟我们讲，因为她人那时候跟我爸住台南嘛，我们根本不晓得这件事情啊，然后她就把它隐瞒起来。你知道这个发展的进程，其实癌症在长辈身上不严重，我只能告诉你们。癌症在长辈身上，你早发现，因为长辈的新陈代谢率很低很慢，不像年轻人。为什么说癌症在年轻人身上会发展很快？因为在年轻人他的新陈代谢很高，癌细胞在长得变得很快，可是长辈长得很慢，因为你们的新陈代谢是很慢的。你只要早点找到，早点发现，我跟你讲，医生可能都会跟你说，不用全部清除，共存都可以让你的余命跟你原本没有癌症的时候一样长。你只要提早找到，所以真的不用怕。可是我妈妈她就选择了那一个隐瞒好，然后呢，我婆婆7年前一发现，她就觉得不行，她就马上去做检查。然后她的检查是她自己一个人去的，因为她那时候很年轻啊，她身体 condition 条件非常的好，就是牙齿也很好，7年前嘛哈，都还可能差不多70岁左右而已，牙齿也很好，身体条件都很好，婆婆挑一个人检查家己去。大肠镜自己做，预约自己用，然后没有自己用，没有造成我们什么负担，甚至开刀，我们就是陪他，然后轮流陪，然后也找了个看护，但是陪完之后他出院，他就化疗自己来，所有事情都自己做，好，做完之后嘞，好了，现在怎样？婆婆挑依然是当他的可爱的牧师娘，好。然后在家里一样做很多的事情，然后做他想做的事。可是我妈妈就这样隐瞒，然后这7年当然发展的很慢，我们也都没有发现，她自己也想说算了。可是她就会在身体长了7年，当然就后来就她发现巴肚不通啊，开始不舒服啊，再来讲，你讲的时阵当然去检查下，然后我们带来她就发现就很严重了。问题是她的身体条件已经不好了，这7年的过程里，她变老了。牙齿坏掉了，然后呢，现在要再做治疗，牙齿坏掉了，假牙也坏掉了。你说你要再做治疗，再做当然我们会做治疗，但是你知道，就是如果你做化疗或标靶的时候，是不是要很多营养？他想吃的东西他不太能吃了，因为他的牙齿坏了。然后他开刀的期间没有戴那个假牙，就整个牙龈就招无牙，被个钉着牙龈就这7年萎缩很多。我就跟你讲，那个 condition 不是7年前的那个样子。那他就说他不知道会这样，我就说你不是没读册的人，你怎么会不知道会这样呢？他就那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就觉得拜托各位长辈不要怕，真的不要怕。你如果不想增加孩子的负担，我就跟我妈妈说，你现在还有机会，你笨1次就好，不要笨第2次。
你现在不要放弃，你一放弃，后面你就是躺平躺在床上，可能接下来躺个5、6年到10年都有可能。如果你身体其他都没坏掉啊，那你就你要继续这样躺吗？还是你要让自己好起来，有机会好起来，开刀做治疗，然后你还可以破跳？你要不要选择？你要选择哪一个？还是你要选择哦，我的半条啊，反正就安尼去见上帝。他那时候想法就是这样，我就去见上帝就好啊，上帝无遐尼互你遐好看到的啦。卖讲啊，那个后面那个后面的过程，我妈说她不知道会有那个后面的过程。我说，小姐，当时去见上帝只有一种，就是猝死。猝死就是心肌梗塞，只有那一种你可以马上斗了去，不会造成任何人的负担 ，OK？ 但是其他的只会越拖越长，因为后面你的 condition 都不好，身体条件不好。但是孩子你要知道，孩子不可能放你在那里不做任何治疗，不做任何处理，不可能。你也会痛，你也会痛到受不了。所以我妈妈就说：“他好痛哦，他不知道会那么痛。”我说。这怎么会这样想呢？这都电视都有在宣导，都有在看嘛。好，那我就说，那你这样子就是只能我们就接受它，然后让自己再站起来，这是对孩子最好的一个帮助，就是你自主，你自立，不是说我不让孩子知道，这叫做对孩子比较好，不是，千万不是。我看那个是有一点他自己会害怕而已，人都会害怕，但是你那个害怕反而会造成你后面很多的恐惧。所以我一直觉得，我只要从那3个礼拜前我就决定说，我只要来上长辈的课程，我一定要跟长辈讲，拜托你们把自己身体顾好啊！顾好的方式就是该检查就检查，该做就该做。这个东西在长辈身上一点都不恐怖。你找到了治疗了，你的身体条件好的时候，你甚至去检查去做化疗，这些过程你都可以自己做。因为你的身体条件还很好，还不错，你不要拖到说人都已经75以上了，快80了，然后你后面呢牙齿也不好了，这个要营养也都不够，那怎么办？那不是更惨吗？对不对？那不是更惨吗？然后你要后面拖的你的生命品质更差。但是这2个长辈哦，同样的时间发生同样的事情，然后不一样的处置方法，导致于7年后。完全不一样。我婆婆现在就这样，她每年最终啊也没怎么样啊，照样要吃什么就吃什么，牙齿条件什么都 OK 的。但是等我妈妈找到要做治疗的时候，大家就很头大，因为那时候就已经要考虑啊，你这里也不好了，你那里也不行了，要不要做这个，要不要做那个，对不对？然后做下去有可能就会更弱。但是我婆婆因为是7年前做的，所以她化疗就自己撑着。不舒服是真的不舒服啦，我看他经过那个过程，但是他就跟你动了，一个动会掉，因为身躯个动会掉，是不是？跟恁大家讲，拜托，好不好？我拢爱讲啊，真正恁吼，这真正拜托恁后，今麦有啥物问题，拜托诶，紧去，咱的健保做遐尼好，就是要互恁用诶，爱知吼，好，今天拜托恁咯吼，好。不要再发生这种事情。什么？我要为阮囝想，我要为阮查某囝想啊！我要卖增加因的负担。我跟你讲，尾啊就更较惨，真的。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怎么样跟你周遭的人一起好好的变老。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长辈在做自己的人际关系，不管你跟谁的关系，家人的关系，很重要的第一个原则就是不要把人际关系当成逃避孤独感的工具，这个很重要。有一个心理学家荣格他说，一个健康的人际关系必须始于健康的自我关系。他讲了一件事情，大家应该周边都有这样的经验：一个没有办法独处的人，他跟别人的相处一定不会好。一个没有办法独处的人，你若家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害怕，你会感觉不知道要创什么会，那你的人际关系一定不会好。为什么？你周遭或许就有这样的朋友，今天在这里的长辈一定不是这样的人，因为你们今天会走出来就不会。但是可能有些长辈会这样哦，这个是一个人来靠好这个，来啦，你要陪我吃饭无？靠好那个啊，你要陪我吃饭无？啊，打给这个女儿，打给那个儿子，哇，身边一定要有人，没有人他就不行，他就觉得自己很孤单，他就觉得被抛弃，他就觉得自己心里不行，所以呢，他就把人际关系当成逃避孤独的工具。于是他身边的每一个人，不管他的孩子、他的朋友，都变成什么？
变成工具了，变成工具人，用来满足他想要人陪伴的那种希望。但是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有独处，一定有独处的这种机会，也有独处的必要。那么，你如果一直把人当成这样，你周边有那种朋友无？一直打电话给你，那伊啊一个人的时，伊就挡袂掉，伊食饭一定要有人陪，家己一个食就绝对袂使。有没有这种人？一定有这种人。那么，尤其是年长的，有时候可能没有注意到自己有这种倾向，所以呢，你就很害怕接到他的 line， 你就很害怕接到他的电话，看到那个啊，怎么来了，又来了啊，卖看好啊，一个个叫我去陪呀，有没有？有。所以你说大家会不会躲他？躲得很远。所以怎么样？他绝对无法正常与人相处。那一个可以独处的人，伊家己真自在，所以伊袂甲别人当作伊的这种的依靠，抓得紧紧的。没有一个人愿意被别人抓得紧紧的在身边，谁愿意被别人绑在身边？没有人。所以在这里很重要，就是长辈其实在年老的时候，除了面对生病，我们第一堂课一直讲到说，有些限制它就是会有，每一个年龄都有不同的限制。那到了年长的时候，那个限制跟年轻的当然就不一样，对不对？年轻人的限制可能是他经济条件比较不好啦，啊，他对未来有一种彷徨感啦，等等这些年轻的限制。但是年老也有年老的限制，其中有一个就是面对孤独，这是年老一定要学习的功课。我曾经在一个教会里面上课啊，迄间教会就处于我从我出国2000年回来，2001吧，就在他们的松大上，然后就有看到很多长辈啊。到我今年去，都还同样，就是你就觉得他都没有什么变哦，将近20年啊。我就问一个阿嬷，我就问伊讲，就歹势阿嬷，我实在就好奇的，你跟我咱熟识在这，你到底几岁啊？我讲你到底几岁？伊讲94啊，我吓一跳呢。你们好像也有，你们这边松大好像也有人这个年纪，我94，讲94，好厉害哦。旁边那个阿公啊，跟我92啊，我92啊，我想说哇，真的是果然是越会活动的越。然后我跟阿嬷说啊，你上帝祝福呢，真正长寿哈，让上帝祝福。那阿嬷就笑笑说，咱嘛是要付出代价啦。我讲什么代价？他很豁达的跟我讲，我咱嘛要付出代价。我讲什么代价？你敢来甲我讲啥？伊讲啥？你感觉伊会当伊活遮久，伊要付出什么代价？啊？对了，时间哦，吼，对，时间啊，吼。他都有人讲啥？孤单。伊甲我讲孤单嘛。啊，我讲为什么你安尼讲？伊讲我先生早就过身去啊。我囡仔佮比我活较短，所以嘛走啊。伊讲我送走足侪朋友，足侪亲人，吼。我讲毋过你看起来佮真快乐呢。讲这就是代价啊！上帝互咱大家当退休，毋是免付出代价，这就是咱的代价，就接受嘛。可是我看他来可旁边朋友都很多。就是大家对他不会觉得说，这个阿嬷很啰嗦，不会，他那个阿嬷虽然动作比较慢，但是他能做的事情他都自己做，有时候还会在那个签到的那边就是狗嘞，然后人来签名，因为大概人拢摆，所以就底下帮那个干事顾着，就来签名哦，冲想他能做的服务他都会做，但是他很清楚一件事，孤单是他要学的功课，是他的代价。所以他接纳了那样的状况以后，我绝对相信他一定是一个人气很好的阿嬷。他能动就动他也有个看护啦，就是有陪伴他啦。然后，但是他不会，我相信他一定不会说被去搞把人家掉掉，因为一接纳那个孤单，他觉得孤单就是我要付出的代价。所以你就会觉得，越能够在这样的状况里头的人，他反而越能够大概他袂惊伊。对不？大家会觉得跟这样的阿嬷在一起，很舒服，很像秋天，秋高气爽，让人家觉得很自在，不会觉得哇好恐怖，他是不是又要来把我抓住了这样子？好，所以这真的是很重要的一点，你要怎么样学会独处？那这个独处当然就是我们从中年的时候，在场也有很多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从中年的时候，当然能学习
我们怎么样一个人也能够过得不错，然后不是说对你讲做狗屁不是那样，是说我不需要把别人拿来当工具陪我，我一个人的时候也很能享受独处的时间，我可以看书，我可以做别的事情。现在当然还有网络可以让你做很多在做，即使是一个人，你也可以有很多的沟通。那么年老的时候，你慢慢就能够也可以去告诉自己，我一个人的时阵有什么会我会当做。刚才你来参加这个活动，你来参加松大，你也不要是你也可以问自己，我是因为怕孤单才来的吗？还是我因觉得这件事情对我的生命是有意义的？我底下会当去听到就多，会当去学到就多，我会当活到老学到老，还是我只是怕一个人？那这会差很多。因为如果你只是怕一个人的这种态度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在这里只是把这里当成是让你不无聊的一个工具，那么你在这里就不会认真的投入。那么你在跟别人相处的当中，你也不会认真的投入，那你的关系上面也不会很好，那你的学习上也不会很好。所以在你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都可以问自己这个问题：你到底是不是害怕一个人？啊，若是安尼的时阵，你要回来想，我是安那会惊家己一个人？我难道无家己一个人会当去做的代志吗？啊，我家己一个人的时阵，我要安怎去面对我家己？我是不是惊面对我的过去？我是不是怕面对我的情绪、我的不安？我是不是怕我会胡思乱想？那这时候我们在情绪那一刻讲的很多的过程，就是让大家去处理一个人的时候所产生的一些负面的想法。那我要怎么去面对这些想法？当我能克服以后，我就袂阁惊一个人。所以到底我相信大家今嘛在这个时代，一个人会当做的代志一定嘛足多。啊，你为什么不爱去做？你为什么不爱去做？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嘛，吼！你为什么不爱？一个人吃饭，你能不能享受？你能不能享受？如果不行，那你就要问自己：我为什么害怕？我到底为什么惊一个人吃饭？好啊，我一个人看书会使袂？我一个人看电视，而且看电视其实比较不好啦，因为电视它是一个被动的，你自己坐在那边的时候电视看，其实不是看电视，好就看，就是干嘛嘿？好电视给你看啊，看你就困去啊，对吧？哈啊，电视关起来你就醒起来安尼嘿。所以其实这个看电视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过程，能主动去做的事情，会对你的身心会比较好，因为你害怕孤独的时候，有时候。其实也会变得比较容易失智，因为你没有办法安排自己的时间。所以在这里，其实要鼓励我们的长辈，就是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是出于你自己的安排，都是出于你所意愿的，都是出于你所想要的，而不是你害怕一个人。好，那这个部分很重要。好，所以独处不一定会感到孤独哦。所以孤独这件事情，它是一种情绪 ，emotion， 它是一个情绪，它是一个我内在的感受。独处的人不一定感到孤独。我问你们，独居一定是孤独的人吗？不一定吧？你有看过独居做过甲做好的无？有吧？即马这个社会，就这长辈一干完一个人啊，那需要的时候可能让长照进来啊，照顾一下他自己不能做的事情，但是他能做的他一定自己做，对不对？不想要依赖别人，因为他觉得依赖别人活着没什么意思嘛。我能够自己多做，自己去接触很多的资讯很多人，他很愉快。所以其实独居不必然是孤独，对不对？我也遇过那种长辈，住在厝里还有囡仔，感觉孤单到要死，有无？有，然后都不愿意出门，然后觉得有一次上课完，就有一个太太跟我讲到说，他们教会有个姐妹，就从她先生过世以后，她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都不出来，然后本来是很活泼的姐妹哦，还蛮活跃的，然后后来就关起来，人去给探访，人给打电话，人一律的隔绝，然后他儿子也烦到要死，因为一干这问题就来了。他只依赖他儿子，他变成所有的事情都要叫他儿子帮他做，他儿子简直已经被妈妈绑住了，懂吗？就是绑掉那绑掉了，他儿子的那种内心的那种
冲击跟攻击性的情绪，不松怀情绪就会上来嘛，所以儿子反而造成儿子非常大的困扰，别该因干嘛是一直压力很大，所以他儿子也一直找教会的姐妹啊，这样去关心他妈妈，可是他妈妈就是点为拢不被讲，完全都不接哦，已经我说是刚过吗？他说没有，已经过了大半年了，那表示他还没走出那悲伤啦，所以其实有时候长辈的悲伤陪伴也是蛮重要，就是当他失落了那个亲人的时候，你怎么去关心陪伴他啊？那个关心很重要啊，不是问说啊你好啊未？不是啊，你敢问伊好啊未？伊就就歹甲你讲，我都无好，我都艰苦，啊你干嘛一直要我好？所以其实悲伤陪伴应该是说，他可以把他的内心的故事告诉你，他可以去诉说，跟你诉说他跟他先生的事情，他失落的那个人的事情。很多人是说啊，你卖讲啊，你卖讲啊，咱去对，一起头，那个是没有办法排除悲伤的。他去面对，他可以，你愿意陪着他去面对那个失落啊。那有些人可能就是因为说啊，大概经纬看点个话，的叫我爱出去的，叫我爱安诺，所以他干脆不想接。但是如果说，你另外一个是说，我来你家，然后我听听你讲你先生的事情，你们以前的故事，那个过程又完全不一样。所以悲伤陪伴是一种聆听，跟站在他旁边面对他那时候的孤单感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过程，不是叫他离开那个孤单，不是，而是你跟他勇敢的站在那个孤单当中。所以其实在那样就是也跟我们怎么去陪伴他有关系啊，当然，但是呢，你就这个姐妹她当然就在那个状况下把自己锁起来啊，她有家人跟她住，但是她还是感觉孤单。所以孤单的这个感觉并不是你是不是一个人，而是你能不能够一个人，而不是那个状态你是不是一个人，而是你能不能够一个人。好，那在这边呢，我们当然也要注意到有一些这样属于自己内心把自己封闭起来的长辈就很重要。那在这个状况下，我们要用什么方式去陪伴这样的长辈？然后特别去注意，要不然的话，可能再来就忧郁了，再来他可能就很容易就退化了。最主要是很容易就退化了这个部分。好，那么长者的人际关系，其实我有一个现象就是，其实长者袂讲，交朋友交到就垮了。他们就会很慎选周边的朋友，因为时间剩的也不多，所以他不会再去很努力的 social 这样。可能你们来大家，大家一个团体这样很好，但是你不需要跟长辈说啊，你跟打给龙就后，其实不需要。他们能够找到自己真的能够志同道合的朋友，这最重要。所以他会渐渐的减少他的人际关系的互动圈。好，那么所以其实呢，在长辈的各种人际关系当中，也要注意一件事，就是其实你的人际关系跟着你不同的年龄，也会有不同的品质上的质上的改变。意思就是，你跟家人虽然大50年、大70年、大几年，但是因为你回不赶快，所以你跟家人相处的模式也会不一样。然后这中间最重要的是你跟朋友相处的模式，这是我们常忘记的。你会常发现讲，跟朋友跟他人讲友谊历久弥坚，结果不是，你会发现很多长辈是愈老朋友愈少，以前遐老朋友拢安那，拢断交完了，全部拢完结完了，为什么？你有看到一家聚餐，本来像我爸爸以前还在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团体很好玩，但是他们好像很年轻的时候，10几20岁的那个年代，出来闯江湖的时候交的朋友那一堆他们就成立一个俱乐部，所以我们小时候都得被带去参加那个阿公那个阿伯阿姆俱乐部，然后那个俱乐部大概有20-30户，20-30户20-30户我都想说，我爸爸一定可以跟这一些朋友白头到老老了一点这朋友就会变成就好的安尼大家让一起安尼走过年老多好，对不对？结果后来发现根本不是，他们大概从退休以后呢，本来30个，慢慢每一年都少个10个，不是走了，是吵架了，翻脸了，然后呢就离开了，然后你就发现越来越少了。到我爸爸过世的时候，告别式只有2个人来，然后我喜欢爸爸进去就拜结果他们
你就发现他们开始谁跟谁不好，谁跟什么啊？以前那时候为什么大家都很好，还能够这样子啊？家庭还能够在一起，这原因在哪里？你不觉得这中间很值得探讨吗？你或许周遭就有这样的朋友，你以前跟他很好，啊，怎么越老就越吵架，越吵架，越吵架？我就觉得这个有一个观点，就是大家没有发现生命的条件不一样，你在变老，你的朋友也在变老。你心情不舒服，你朋友心情也不舒服。你不想要听到人家在讲谁谁谁，我的儿子怎么样，我的女儿怎么样，你不想听那一些，你的朋友同样也不想听你在讲你家的事 ，OK？ 他也不喜欢听你在乒乓，伊嘛无想要听讲恁兜偌尔好，因为迄听起来还是讲恁囝安怎，恁查某囝安怎对你偌尔友好，啊，伊可能就安怎艰苦。哎呦，阮囝阮查某囝人拢伫美国。我最近遇到好几个 case 很有趣哦，那是在另外一个新店的一个社区啊。你们知道台北的新店就很多公务人员，很多那种退休的以前可能是公务人员啊、教授这样啊，在那个据点里面哦，博士5根手指头，大概5、6个博士，然后老师一头拉裤这样，然后就很多人，然后就发现，他们的在那个据点里面的是更新医院的团队，他们那个年轻的社工师在跟我说，老师，我跟你讲哦，这个社区的这个据点的长辈其实很需要心灵这一块。我说你怎么会这样觉得？他说里面哦大概有3、4个长辈，内心都很不舒服啊，都是一个人住在那个他们的就是很棒的社区里面这样。我说独居熊，他说对啊，然后为什么呢？因为小孩干嘛？国外，当医生的当律师的人都在国外。然后呢，我也碰过这样子的现在社会里面可能很多都这样。好，那都在国外，然后他们就开始觉得哇，为什么啦？我猜我在嘎啦，我培育了一辈子啊，结果小孩子到我老了之后都不在身边呐，然后就开始心情很低落啊。其实他们经济社会条件都非常的好，你现在看起来他也不愁吃不愁穿，然后身体也都活哇跳跳这样子啊，也不是生病啊，对不对？但是心里就造成这样子的忧郁啊、难过。好。那我就跟社工说，那你下次可以跟长辈们聊一下，就是说，如果今天给他做时光机，回到30年前，他可以选择他的孩子的教育方式，他可以选择他要让他孩子读什么，因为小孩子到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到国外去，一定是父母亲给的嘛，怎么可能也当拼不可能的啦，一定都是父母的。我讲啊，互伊选择，你甲伊问讲，他在30年前、40年前，如果可以重新做决定，他会不会做同样的教育模式？如果你现在身边有这样的一个状况，请你问你自己哦，你会不会做同样的选择？你们都不会哈。我跟你讲，我问过，80%都说会。那是你可以自己想，80%都说会。如果是我可能也会说会，因为你在当下一定觉得那是对我孩子最好的选择。你在当下一定不会想说，我将来老了怎么办？他们万一成就很好，没有时间理我，那你会这样想吗？你会想说，万一我孩子成就很好，没有时间理我怎么办？所以我让我孩子成就不要那么好，你会这样想吗？做父母的绝对不会，对不对？你一定想，我尽量把我能供应的供应给他，你绝对不会想说有一天我老了，我一定要靠他们来养。现在的父母很少这样想。好，那我们比较没想到，可能是万一他们翅膀长了，飞到别的地方去了，那我们怎么办？可能那我们比较不会想到这个，但是他年老了，这个东西可能就上来了。但是很有趣的是，当你再回头去想，再让你一次选择，我猜啦，可能1半以上还是会做同样的事情，因为你会觉得，那是孩子的能够发展的东西。好，那既然是这样，那我们何不把这个当成，就像那个长寿的阿嬷，当成你的代价呢？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更好，那么我们可能要付出代价，除了金钱上把他们培养的代价，另外一个代价可能就是，其实很正常，人
我们都是成人了，等到有一天老了，你还是成年人啊，你没有变幼稚啊，那你为什么不能为你的人生负责？家己的人生家己负责，敢不是？对不？家己的人生家己负责嘛。啊，你到老的时总是当然囡仔会当来友好，会当来陪伴，这是最好。但是毕竟我们要分隔的很清楚的一点是，我们的人生是我们的人生，孩子的人生是孩子的人生。如果说父母亲没有做这样的区隔的时候，你很容易要孩子为你的人生付出代价。这个时候，那个状况就会变得，我们在讲，你在年老的时候跟孩子的关系就会整个都扭曲了，因为你把孩子就像当成工具一样来满足你内在的，当年老的时候害怕、不安的那一块。但是你想，你年轻的时候，我就说我有问过这样的长辈，我说你年轻的时候有没有因为你孩子的成就而让你觉得骄傲，而让你觉得你在别人面前你把他们当骄傲，有没有？有，安尼就好啊，大家切切嘞，没，不是吗？他们也付出他们的代价了哦，他们也认真的去念书、去工作，今天才能够这样子。那他们的成就也成为你的骄傲，你内心的安慰，那就 OK 了。大家的人生就是这样，彼此之间有一个很好的平衡，但是你不要用彼此的人生来为对方付出代价。我觉得在这个部分，不要想到说为什么以前会有那么多的父母亲跟孩子之间的扭曲。我觉得在东方社会常常就是自己的人生要别人为你付出代价，那么你又想要去干预别人的人生，就是自己跟别人的界限不清楚。界限不清楚，常常到最后就会导致彼此的不舒服。因为你到尾啊，你一定会用什么话情绪勒索，或者我们上次讲的，你就会觉得跟孩子的关系本来是爱的，后来你就变成一种压力给他一种罪恶感，去勒索他来做你想要他做的事。那孩子他会不会做？孩子孝顺，他当然他可能就直接就做了。但是你想，一个人有没有限度？有限度，所以到最后这样的相处一定会爆炸。你不要告诉我不会爆炸，他就算没有爆炸，在他的内心里面也会产生那种整个的不舒服。所以其实我一直觉得现在的父母真的，我们好好的要学习一点，就是界限的问题。界限的问题，你当初选择的路，你选择了这样的教育，你选择了你的这样的供应，那么那是我们的选择。不是孩子叫你要给他这样做，而是我们的选择啊！你不要说啊，我自己也会常提醒我自己。那天我老公说啊，那我们不知道讲什么，就说我女儿以后会不会就说我带她去买她的衣服啦什么的，然后他就说啊，希望你女儿，他就开玩笑说啊，希望你早间以后买遐友好哩。我讲我千万莫安尼想，我讲我安尼想我就害啊。我就会落入那样的一个，因为我买衣服给他是我高兴的事情，我不应该以后让我自己变成拿这个来勒索他说，我以前买你买偌济，你今晚连一领水衫拢唔敢买给你妈妈安尼，这个东西就会变成一种彼此的勒索。我觉得这个我当妈妈的就要很小心了，就说我为他付出的是我甘愿的，那跟他没有关系。那我想这样会比较健康。这样我跟你讲，你不要以为这样无情。我觉得人跟人之间反而界限清楚，那才会有连结，而不是打结。打结不是连结打结这几会不是连结。你自己想想看，路上的交通好了，我用一个例子来讲，咱在路边看这些车在走，对吧？这些车在走，当一台跟一台之间有好的距离。彼此之间有安全的距离的时候，交通会不会顺畅？它会顺畅。你说等黑啦，弄这会啦，给规球啦，看这会啦，路会不会顺畅？不会顺畅。人生也是一样的，一个人跟一个人中间有健康的距离、健康的界限的时候，彼此之间的关系才会正常。等你要管你，我要管你，我想要干预你的，那你又想要干预我的，我又希望你对我干嘛，我又希望怎么样两个给自己会界限不清楚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会跟他罗林产
他掐赶快，你一定跟别人的关系一定会他这会。所以这个人我界限，其实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在我们的心里面想，就是把它画清楚，画清楚，反而彼此之间是愉快的，是舒服的，反而不会疏离哦。我跟你讲，为什么会疏离？因为怕感。我哪怕感，和你结这会，我就想要干嘛？砍断呢？不是吗？我为什么想要砍断跟你的关系？因为我觉得你一直绑我，我当然就想要用刀子切割你。但是如果我们两个很健康的保持这样的友谊、情谊，那个人跟人的关系才会舒畅，情感才会交流。所以不要误解了，有时候我们华人社会很容易以为打结就是连结，对不起，打结不是连结，它会让你们关系怕到更加艰苦啊！等到有一天那个结拢无法度套开啊，伊只有安怎？咱拢捌用过的衫有无？还是要打毛线？你若到尾啊，就无法度拍开你的安那？干嘛？剪掉啊？不是吗？因为你都抽不出来了嘛，你都已经没有办法了，你最后就只能剪掉。是不是人际关系是不是这样？家庭关系是不是这样？所以学习一点，好好的学习，叫做好好的界限。好，那老年人有3个很重要的潜力，不要忘记了。第一个，内省，这是我们前面3课一直在谈的，好好的想你自己，好好的整理我的生命。年长者绝对有这个能力，因为你们的人生走过这么多了，你们的智慧绝对可以帮助你们好好的整理自己的生命。第二个，不是只有停留在过去，而是要有开放的态度。长辈也可以学很多东西啊，我们也可以把我们以前没有时间做的那些事情，我现在有时间可以来重新学习，那是一个很好的。对新的事物有开放的态度。第3个，世代的关系，也就是我要怎么样把我所能有的。我所有的，我的智慧传承给下一代，我要怎么样跟下一代维持一个好的关系？那这是长辈应该用他的智慧去想的。记得打结不是连结，唔通把关系用到变成拢在拍感，安尼也就痛苦的。好，那这个长者的孤独感这个部分呢，我大概讲一下。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独居非独居，这个跟孤独没有关系。而是你有没有害怕孤独？好，那长者的人际网络里面当然有独居的跟非独居者。那独居者里面也有那种有人际关系的跟没有人际关系的。那没有人际关系有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尽量就是独居或者是孤独老人。那么有人际关系的又分2种，一种是健康的人际关系是可以独处的，另外一种是害怕孤单的。所以在这里有很重要，不管你是独居或非独居，害怕孤单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自己会处理。那我们要让自己维持一个可以独处的健康人际关系。那么在这里要让我们教会去关怀的，就是这一些他为什么会人际疏离的这些长辈。那害怕独处的这些长辈，或许可以透过我们心灵的关怀上面去做一些支持，让他可以自己强化。如果不自己强化，我等下讲，上礼拜我应该讲过吧，自己的情绪自己处理，刚才真正是安尼，你自己的情绪，刚才你自己当处理，别人没有办法为你负责。就算你的孩子，你如果一直害怕独处，就算你的孩子、你的朋友愿意花出时间来陪你，你内心的孤独感会不见吗？告诉你不会，会越来越害怕。只要那些人又不在你身边了，你就更害怕。所以那种害怕的感觉，你内心的感觉，你内心的 emotion， 只有你自己可以处理。你没有自己过生命回心话，刚才你自己会打，别人真的用任何的方法都没有办法。好，所以这个害怕的感觉，只有你自己可以做好。那么我们先来看看伴侣的关系。你也讲哦，的老夫老妻啊，拢过这样老啊，应该就是白头偕老嘛，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我是这几年真的大概因为大家都资讯进步了嘛，所以应该都会听到一些多多少少你身边那种老伴啊，到了退休之后，突然间离婚的有没有？有。那怎么那么笃定？那可见不是只有遇到，真的有。以前因为那个年代，以前的年代可能大家会觉得说
就懵过啊，都已经拢到7、80岁，拢老，我为什么要搁去用这好了，懵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家2个就过了这样。以前会用这样，现在不一样，现在长辈很多都很自立、很自主，然后资讯又很多，所以呢，经常就会得到很多的资讯，然后告诉你说，不管是男生或女生的长辈，就会告诉你说，人帮罗有在讲吼，就是一个人一生要有一次心动的感觉。然后我有一个长辈就是这样，他跟他老婆离婚。然后我们就觉得很纳闷啊，因为都已经70几岁了，为什么还要跟老婆离婚？然后就说，我跟你讲啊，网络我看足多啊，拢在讲一生要有一次心动的感觉。我看我某吼是安那，无心动。我2个是相亲结婚呢，结婚了后呢，就开始用家庭创啥，所以我一世人拢唔捌有心动的感觉。即马。伫倒位活动去拄到倒位一个人，迄个人可能也是丧偶之类的，反正比年老的比较不会想要去干预别人婚姻啊，因为这个花的成本太高了，力气太大，通常会选择的就是对方可能是丧偶啊这样子。那我甲关心来，人就拿过身去啦。我2个就有话讲的呢，所以就产生什么心动的感觉，你就真的是给他昏倒，然后你就说，你跟你太太真的都没有吗？你们要来请一个家庭起来你真的觉得你现在找这个新的心动的感觉可以持续一辈子吗？可能将来你心脏病之后就不太会动了吧，对不对？然后到时候呢，万一你有欧风因为他的年纪差还蛮大，差10几岁，我说你也老啊怎么办？因为那个长辈真的是已经打算到说，他要把他的财产都分好了。分给儿子多少？然后他说房子什么我都给我太太没有问题，只要他肯离婚，他房子都要留给他太太呢。他说我就是饲，我这厝拢给伊大到伊迄个拢给伊大，偌济钱拢给伊，会当保障他的安老这样子。然后我拿着一笔钱，当然他有钱，他有一些钱，然后我拿着钱去跟那个女的过日子这样。然后我就想说这个阿伯啊，那你觉得你哪以后老啊，不要那，你哪以后袂叮当啊，是讲需要人家照顾怎么办？然后就说，伊讲伊会照顾我一世人。我讲，你开想嘞，我看到的跟他大部分都是被退货呢。我好像看到的比较不是这样，我看到很多那个太太都是把先生接回来，人家那种然后太太就继续照顾那你这样，你不会想到你跟孩子的关系怎样吗？你的孩子愿意接受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吗？你有没有想过那个心动的感觉能够持续多久？还是那个只是你一个觉得生命里面很无聊，所以你才这么去做？到底那个是不是真爱？那你们过去走过来的这些路，难道都没有意义吗？这样，我就觉得说，好像很多长辈不是只有男生女生也有，我碰过这样就是有个太太上来说。你要跟你先生离婚啊？我想讲，为什么阿妈你要离婚？就讲，我跟你讲，我看网络拢有在讲，我们一定要学会爱自己，有无？要爱自己，要做自己。阿嬷人嘛有在看网络，人嘛有在看 LINE， 人讲要爱自己，爱做自己。伊讲我一世人拢为着这个家庭奉献，我拢无爱自己，无做自己。即马阮先生大概孙我拢唔免我顾啊。我跟我先生反正的足久反正一人困一间啦所以伊大概我要去参加什么活动，我要创啥，他没有外遇。然后我要参加说我先生就给我绑住啦，叫我莫去啦，伊家己要伫因兜要关咧厝，伊就关咧厝啦，佫要一直管我，连我去倒一个粪扫，看厝边头尾讲话加讲10分钟，安尼也袂使啦。我出去若穿较水的，画一个装咧，就问我讲我要去佗。就讲我想要爱遮水，我就想到我爸爸也有这种状况，因为我妈也 complain 过。然后因为我爸就是你要想，我就想说，对，这年纪的男生他们在以前他们年龄很年轻的时候，大概都退休前大概有80%-90%的时间都花在事业上。因为我妈妈常嘛讲退休进前拢看无人，一礼拜回来无看几天。即摆我敢若出去一个尔，加10分钟，甲厝边头尾咧聊天，安尼也袂使。即摆就甲我关掉。我就说这是很典型的什么男女反转。
尤其是在退休之后，常常会发生这种事情。男生因为他失去了他最重要的生命的那个事业的部分，他如果没有办法好好调整自己的话，他有可能就会觉得我不爱出去啊。所以你会发现，在场的男生都非常健康，你们都还会出来一起参与活动。很多男生会觉得，我才不要去参与那个活动。OK， 要冲啥？哇，我们爸太贼了，而且要找我玩呢。像我爸那时候不喜欢参加那个，都不喜欢参加据点或什么，他就说：“黑龙找我玩，我就不爱去。”啊，你拢做迄剪刀咧夹纸，我就不爱。我想让他爱去夹纸，我想让他爱去画画这样子。然后他就让他不要。然后你就会发现，男生如果在退休之后没有好好的调整，有时候他就会把自己关在家里，因为他会觉得我出去以前可以跟人家讲事业，可以跟人家讲专业，可是我现在出去要讲什么？讲什么？没有了。所以他会觉得他不知道自己的定位，没有办法重新找到。所以在这个状况下，如果家人或者尤其是另一半，如果没有特别的去关怀的时候，有时候就会造成一种男性的退缩在家里面。好，女生完全相反，女生退休以后，跟她举例会嘞，哇，盛开，对不对？小孩长大了，孙子不用顾了，我当然要去参加活动，我参加很多的课程啊，我要去接很多朋友啊，以前做不到的，以前没学的，我现在一次都要学回来。很多女生就这样。我就开始产生一些张力在家里面啊！你为什么常常出去？你为什么常常出去？你看你拢无陪我，你拢无在厝里陪我，哇，这中间完全的反转了。所以在这个状况下就产生很多冲突啊！所以你们两位就是在家里面的伴侣之间真的要好好的注意这一点。其实有很多你先生，你所认识的你先生，跟他退休以后的内心的纠结是你没有看见，然后你所认识的你太太，以为他都是关在家里的那一个，以为都是那个，好像他也没有会什么，很多男生会这样说都会说啊，你学迄有效哦，你也袂晓啊啦，啊，你学迄有什么路用，你能力也无遮好啊，尤其是那种如果是之前是在构筑那个先生都没有看到太太另外一方面的才能，突然间发现说。哇塞，你画图要水哦！你还要做这哦！你唱歌跟唱歌袂歹听哦，对不对？突然间发现太太也是一条龙，这时候完全不一样，所以千万不要把对方钉在一个框架里面啊！你就是安尼啦啊！你就是，但现今有很棒的一个故事，很有趣，就是在龙巴后因一开始亚瑟被诞生之前，撒加利亚跟伊丽莎白。这两个人就处于就是安那一个态度。你哪一看，我有一本册叫做《拥抱老年新生活》，它前面就是讲4个老人，其中就有2位是这样，两个是一对翁仔某，撒加利亚跟伊丽莎白。这个撒加利亚是一个神仙，伊是创啥？伊是咧做祭司的，就搞的，跟他今仔日无事安尼，这个社会地位非常高。然后呢，太太呢就是普通太太这样子那他们很久都没有小孩，那么后来呢？上帝甲因讲，要赐予因一个囡仔，甲这个贤妻讲而且是在圣殿里面而且还出现了天使跟他说要是给你一个儿子。然后这个撒加利亚很有趣，圣经里面的对话就像你先生会有时候先生会讲的那种，伊讲，哪有可能？我冇几岁啊？你讲伊个会生，对不？哪有可能？第二，伊就是安尼才老啊，无可能啦，有没有？其实他就是把他太太原本的他想象的那个样子框在一个框架里面。那么这时候很有趣，上帝没有重男轻女上帝又跟他说：“你若真看不起恁某安尼啦，在恁某生囡仔之前，你都莫讲话，点点。”所以上帝就让他变成哑巴。为什么变成哑巴？其实你从这个故事里面你去看，就是其实一个人有时候你就是要让他破除他内在的那一种成见。上帝让他那一段时间就是你莫讲话，你好好想看卖这样子所以在这过程你就看到说，其实夫妻之间呢，有时候真的年老之后要给对方新的一个眼光，用新的眼光去看对方，反而是要用新的眼光去看说，你还为什么啊？你还想不想做什么啊？你以前想做什么，现在没有做的，你要不要去做？对了，我老公那时候有说，因为他就说，你要不要学钢琴啊？你现在要不要干嘛？你以前想说无栽培的，你干嘛没你要不要学看买文安呢？其实那样的态度会给太太一个感觉，就是你觉得我还行你觉得还不错这样
你太太也可以问先生，你以前有想要做啥无？以前你拢为家庭付出这么多，拢咧拼事业，无时间。或许你先生有其他的才能啊，艺术的才能啊，然后喜欢去旅行啊，喜欢去跳多拜啦，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呢，他现在有没有什么梦想想要做的？反而是应该是刺激对方去找一些他没有做过的事，去找新的事情，让他去尝试，找到自己。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夫妻关系让彼此有一个新鲜感，而不是去找一个新的人。爱听哈，卖去找新的人，去找新的人就废气。我跟你讲，你要开足点时间去补遐哦，你不如把对方让他有机会去过他以前没有过的一个新的生活。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感觉，而不是去找新的人，去换新的人。这样子，你那个心，其实你只是想要弥补自己内心的东西，而不是真的去关心对方。那等对方又变成不是新的人，那你是还要再找一个吗？那你可能你的生命就在不会要可能不洗，对吧？所以其实真的就很重要，是让对方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觉得那是比较重要。好，然后重复，有时候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对方如果重复出现的一些互动的问题，其实都会显示出他以前的伤口。这个是我们在两个人亲密相处的人才会比较容易发现的。你也发现您先生、您太太不断有一些重复的状况啊，情绪的状况出现，或许是他在年老了的时候去想要，就像我们前几次可能第2堂课讲到跟过去和好的这一段，反而是可以帮助对方把这一段路一起找出来。把这一段伤口一起修复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有建设性的一个关系，所以真的很重要。好，那找到一个亲疏间的平衡。什么叫亲疏间？就是说两个人这会不一定爱两条条，千万不要把对方当成是你来弥补退休的一个工具。我讲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有一对夫妇。那这是一对德国人夫妇，他参加课程的时候，然后先生是以前的高中老师，太太就是在家里就是家里主妇这样。然后后来他们两个就在说，他们考虑要离婚，退休了呢。他就来，到底为什么想离婚呢？那太太就说了，你跟我很受不了，以前我先生还是校长的时候。他就每天就去上班嘛，去学校我就有我的时间，我就做这样的事。两个人的那个关系很好下班了之后，两个人就一起讨论，到底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没有问题。可是，一个汪先生退休之后，完全不是这回事哦。先生退休以后，没有学校可以管，没有老师可以管，没有小朋友可以管，他管谁？管阴某。开始一共今天动没掉，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厨房做，然后看太太。你今仔要煮啥？煮这哦，那不是煮迄，我较想要食迄呢。你这安怎创？你这孙仔哪无先杀过？苦，我跟你讲，你这不要用然后就开始这边比手画脚，说的一口好菜，哇，太太简直快崩溃了，就忍住了以后呢，有一天他先生说我跟你讲，以后你买菜，我和你做伙去。你太太会生气他还说。菜市场本来是我最自由的地方，好不容易可以摆脱，结果现在他连菜市场都要跟他去，他就觉得就没有地方可以呼吸了，对不对？然后我们就说这样是不行的，因为呢，这样的一个状况就会变成说，太太变成你来满足你之前的那个控制感的一种有认同感、自我认同地位的一个地方比如说有些长辈，我最近。有一个医院的社工他说要去叫我去上课，然后就跟我说，可不可以帮他们长辈上课？我说上什么课？他就说他们的志工长辈是很好啦，可是有的人当志工跟他当老板就是把老板的那种姿态拿来当志工，所以让那个志工团队里面就开始讲在我以前公司的时候弄安你家哪拢没晓，我以前弄就把大家当成是他的部属一样，所以那种关系就变得非常紧张。所以千万要记得，不要把自己以前的那样的角色没有放下，然后呢，又拿到你现在做的事情上，你现在的人际关系里面。好。另外一个是，我觉得两个人也是要一起去考虑病痛跟临终终末的这个问题，这个也是两个人之间呢，可以大家一起认真的去思考的部分这也是很重要。好，那男女情绪的一些差异其实我上次本来在情绪里面要讲可是没有时间，但是我可以大概跟大家提到一个，就是
男女生的情绪发展是不一样的，所以有时候呢，你跟给大家看一个图比较快，好，你会发现说，哎，咋个男生的情绪为什么反应那么少？女生的情绪为什么那么容易有反应？然后夫妻之间有时候就因为这种事情，尤其是退休之后，就开始发现，哎，两个人的不一样，然后开始有所觉得，哎，就怕相处了。因为以前有暑假的时候，你可能没去注意的这点。那为什么这样？这其实是跟脑部构造本来就不一样。这个人家做的一个脑部的一个实验哈，就是说呢，请一群男生跟一群女生，同样在那个实验室里面去想一件悲伤的事情，悲伤的代志啊，查甫的可能个想看讲啊，都会暑假安怎啦，生命会安怎啦，哈，就想一件悲伤的事，或者女朋友跟他分手啦，哈，啊女生就想啊男朋友跟他分手啦，什么样的事，结果呢做出来的是一件悲伤的事，女生的大脑反应是这样，整个都亮起来了。哦，男朋友跟我分手，哦，难过啊，怎么样啊？我以前跟他的点点滴滴啊，好，然后男生呢，悲伤的事情只有这几点亮起来，没有了，没有了。为什么？因为男生的想法不会这么的复杂。你来看，这也是做的一个实验，女生10秒钟之内讲话的时候，你看我的表情。有这么多种悲伤、惊讶、生气、高兴、害怕、羡慕，每一个情绪表情是不一样的，有无？会尴尬不？查甫嘞，查甫拢赶快，好，从头到尾你有看，哎，男生呢就是比较没有表情啊，你不要怪他哦，他本来就是这样，他本来内心他们的感情跟他的内心小剧场拢伫内底演，伊袂演伫外口。那女生就比较会表现在我们的情绪脸上，所以女生的姐妹们会在一起跟共享。哦，心情不好啦，最近什么人安怎啦？最近我感觉安怎？哎，女生在一起会讲很多情绪的事，所以相对女生会比较长寿，因为女生的情绪有宣泄的地方。男生在一起想什么？来，跟我讲，那男生最后一起跟共享。我恭维，都没有讲话，我讲哎，都没讲分开会讲有无？哦，是啊，可以这样啊，你都记得了，都不会讲到谁，我觉得怎样，这是习惯性的问题，哦，没去讲，所以呢，当情绪没有地方可以宣泄的时候，就容易压抑在心里。那人的心跟身是连接在一起的，你的心那有准。你的身躯就袂中行，所以这个都很多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要尽量把自己的心把掏绑出来，找到信任的人，你的另外一半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学会表达自己的情感。好，那男生跟女生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是思考模式的不一样，女生的思考模式跟它面条是回状型的，是网状型的，男生的思考模式比较像抽屉。一个一个，给他，比如说，你老公忘记了结婚纪念日，然后没有带你去吃饭，这时候老婆会想什么？你是不是没爱我？你是不是外口安怎？你不是安怎？你是不是我之前？你看我之前，对，他就是这么奇怪。你看他越来越奇怪。你看哇，这个思考非常连接在一起。老公。回来了，忘记了。你跟他说，你今天是不是忘记什么？老公想啊，结婚纪念日啊，这个抽屉打开，叫做结婚纪念日的抽屉，他就打开啊，我忘记了。好啦，啊，不，那今晚去吃饭。啊，老公情绪怎样？好了，没事，因为他这个抽屉打开了，解决了，一个个坑等去，get 手了。可是女生呢，有这样吗？没有，绝对没有，至少我不是这样。你一定开始就想很多，哎。男生就会觉得啊，我不是已经暴力啊吗？我不是暴力啊吗？有什么问题？咱吃这顿饭，今仔吃跟明仔再吃，有差这么多吗？我的暴力啊，对不？也抽屉，他觉得他已经整理完了，放回去了。你怎么这一团面还在那里跑来跑去？因为这就是男生跟女生的不同。所以这时候，如果你了解这个，你可能就可以知道你先生他不是故意忽略你的，他的想法就这样。尤其是男生跟女生很大的一个差异是在于他们的，我觉得这一点很多人应该有这种经验，这是也跟生物的发展有关系。你会不会觉得，我先生也跟我讲过，他说
男生不能同时做很多件事情同时做。比如说，我先生常跟我说，我在看报纸的时候，网络在看新闻的时候，你唔好伫我的边啊，搞我讲叫我要冲啥。伊讲我没有办法我常常就发现他在看，然后我跟他说，大人你还去创啊，你全年全啊，然后我就走了，对不对？我认为他在那，他就听进去，等下去做就好，就他没有，他就倒完垃圾人就回来了。我说不是刚刚你讲了吗？伊讲你是不是我在看报纸的时候跟我讲啊？我讲好像是。他说我没有办法多工，可是女生你会发现女生就是可以，为什么？妈妈就是这样，你抱囡仔饲奶，一边爱去煮饭，一边爱去煮水，边仔人隔壁的来，你搁爱去开门给伊摕物件，一边可能搁有妈妈搁较厉害，可能搁用扫地，为什么？他就是同时女生，她同时就是要做这么多事，可是男生很有趣，男生同一件事是非常专注的，他做那件事就是专注于那件事情。他比较难，所以男生在做事情专注性比较高，然后那个专注性会让他们在某一件事情上变得比较专业，就是能力变得很强。那么，但是女生她的好处是女生就多工，我可以同时做很多件事情，所以呢，这个时候就很需要在互相的，尤其是退休一起生活的时间变长了以后，你都爱家己较注意，因为我先生吼真正是一届甲做一件尔。你唔好一届要要求伊做就侪件，然后伊袂去啦，然后咱气到要死安尼啊！其实那个就是想法上面的不一样，所以这个部分呢，男生跟女生有它的差别，那男生在情绪恢复的速度比女生快1半以上，所以你两个人加了，你搁底下咧气到要死，半暝叫他起来，伊已经底下创啥？打呼咧困啊！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么不重视我？不是啦，他的血清素，身体的血清素就是这么快就恢复了，没办法，他在比你快的1半时间内，他的血清素本来那个不舒服的、吵架的、难过的血清素，就上来了。血清素一上来，他就开心了，他就没事了，他就去睡觉了，他就打呼了。女生血清素比较慢。他已经打呼了，你还在想，他对我吼，迄句话吼，我若愈想愈气，搁他起来，继续搁甲伊吵安尼。所以这个就有它的差别，真的是生理上有它的不同的地方，所以也是让我们可以彼此去理解。好，那跟子女跟孙子的关系很重要。这边跟孙子的关系，祖父母永远不是他的父母亲，记得祖父母不是他的父母亲，所以祖父母最好的角色就是他的心灵陪伴者。因为北部就我的经验我感觉传因为嘛是干嘛讲，父母亲有时候真的比较难去再管到孩子的心灵的部分，你心情好不？你安怎？因为咱大部分会管的是他的什么？他的功课、他的成就，他有没有认真？那但是他的情绪那部分，其实父母亲也没什么力气去管。这时候我就会发现，祖父母是一个很好的他的情绪的陪伴者，所以祖父母其实不再需要去管他的成绩好不好，然后你就还跟你的小孩、跟你的媳妇在那边争说，谁的教育方式才是对的？不需要，你是好好的去陪伴这个孙子。当他内心想要说什么的时候，阿公阿嬷让他就想到一个稳定的大树一样，就是该让的，就是该伊讲啊，你唔免做啥，你就算讲失败，阿公阿嬷永远是听你的。那种无条件被接纳的爱，我觉得祖父母是一个很好的角色，而不是再去跟父母亲去争说要用什么方式来让这个小孩子出人头地。其实我觉得，除了你是隔代教养家庭，他没有父母之外，其实我觉得祖父母之间跟孩子的关系、跟孙子的关系是一个很需要注意的部分哈。祖父母是最好的灵性陪伴者，所以你要好好分辨你的角色。然后跟孩子的关系，我要特别讲。其实很多的长辈都一定的，咱的囡仔一定是在教育的过程中，一定会有很多的伤口。那你一定会很想说，在我年老的时候可以去修复。那我会觉得说，和好永远不嫌晚，和好永远不嫌晚。有时候你会想说，我以前跟我囝安尼讲一句话，无一定袂记起啦。我的经验是，伊拢无袂记起，因为不是我，是我弟弟。
我爸爸跟他在他10几岁的时候改拍，然后迄拍其实阮弟就皮的嘛，所以按个迄盖拍是安怎是误解了我弟弟，误会我弟弟做了一件事情，然后就很用力的就揍他这样子，然后后来发现不是我弟弟做的，是别人，那我弟弟就被误解了。被误解了之后，我爸爸当然没有拉下脸跟他道歉，所以就我爸爸他那个年纪的男人大概也不太会道歉啊，我的想讲遵耍了那样遵耍哈。但是后来到我爸过世以后，我弟弟才提到这件事情，我想说啊，你还记得哦？我想说哇，他居然还记得这件事情。那我爸爸可见在他过世之前，我爸爸还记得他错打了我弟的事。但是这2个男人呢，都没有机会跟对方和好，那我觉得这也是很可惜的。所以，其实我们长辈，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对孩子有想要讲的，你讲不出来没关系，你可以写。但是我觉得和好永远不嫌晚。那样的一生，或许你的孩子等你的一生对不起等很久，或许你也很想要跟他讲，在什么时候伤害了他们这样子。那这些东西，我觉得在年老的时候跟孩子的关系不是没有修复机会的，或者是说你的朋友有这样的角度，或者说让你告回来，会发现在我们的团体里有这样的状况，或许我们教会也可以扮演一个和好的一个桥梁。你讲你若发现讲来长辈啊，来松大或者来松年团体里面，大家在有讲到这部分的话，然后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其实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当一个和好的一个桥梁。才会有一个和好的亲子关系，要不然其实那样子的破碎，尤其是比较严重的一种冲突性的亲子关系，是会延续到你的孩子去教养他的孩子。我们看到很多是这样，就是那样的一个错误的模式，或者一个伤口的模式，它会不断的被复制，是在潜意识当中被复制。你的孩子刚才不会想要复制跟你的关系，比如说。有很多孩子会这样说，就说因为我爸爸就是一种做权威性的爸爸啦，所以我一定不爱让我的囡仔经验到那种我当作的艰苦。好结果完全的相反，他完全的一心一意的不想去复制，结果他却去复制了原来的模式，因为他很不想做，结果却变得很权威的不想做这个。很权威的用温柔的方式去干预他的孩子，那他会觉得我没有，我很温柔，我让他们选。但是呢，事实上你用各种其他的方式让孩子不得不听你的话去做，可能没有爸爸那时候拿着棍子打，但是你用的方式是另外一种或者有时候会变相反。你会想说我不爱像我爸爸那样管我的囡仔，所以我给他完全的自由结果害结果因为那个社会条件的不同，在当时或许爸爸管你，所以你走到你至少正常长大。但是现在的孩子是这样，他外面的这一些东西实在太多了，外面的这些引诱，外面的这一些东西来干扰的实在太多。如果父母亲还没有办法走在一个引导他的方式，你反而是放纵他，结果孩子没有办法去承受那样的放纵，反而可能就走偏了。所以其实在这个部分，我们都要自己去思考，我们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有哪个地方是不是你或许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去提醒你的孩子，或者说让他们知道说，你当时的方式，你为什么会这么做？你为什么会这么权威的管他？比如说像我爸爸，他很权威的管我弟弟，但是我们后来知道，就是因为我爸爸家里边变态鬼，所以一知道变态是最恐怖的一件代志。后来，但是这也是很后来我弟弟才知道的。但是那个伤口已经很久了。如果早一点知道说爸爸有那一段过去，可能我们就会知道他为什么会变那么的严厉这样子。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有时候父母亲跟孩子多谈谈你们的过去，然后自己去思考，我当初为什么会这样对我孩子？是不是我把我的伤口放在他身上？是不是我把我的恐惧感放在他的身上？那在这个部分跟孩子做解释，我觉得你的孩子是成人了，都会懂，都会去了解的。那反而那个伤口就有机会修复。然后跟朋友的关系这边很重要，就是你不要去做比较，而且比较真的是朋友关系最大的一个杀手。
那很多的长辈跟朋友之间，他会觉得啊，不要紧啦，我跟伊拢做熟识啊，熟识几若就当个朋友啊，啊，拢安怎安怎，所以你就忘记了那一种，你的朋友也跟你一样在变老。啊，变老的过程嘛，真艰苦呢，无定伊心情嘛做歹呢，唔知要安怎行出来呢。可是你都没有去注意到，反而在不小心当中就容易变成对方彼此的伤害，啊，就很可惜了。所以历久要弥新的感情呢，必须依靠智慧跟同理。好，所以跟朋友一个健康的关系，不要忘记了，大概有注意几项。第一个，比较，千万不要把比较放在嘴巴上。再来就是你负面情绪，你在家里的负面情绪不要转嫁到列朋友的身躯。好，再来是不要过度依赖，这个是很重要的。好，那另外有一种关系是我们大家也很熟悉，那也有点恐惧，但是也很有话题性的是什么？咱人事敢无感觉到有一种关系，是大家不管是过来过往，我感觉人类的这一种关系是很微妙的，很有趣的，但是也非常的紧张的。上面来，有什么？豆点心哦，豆干好，什么关系？婆媳，对不对？之前有一部那个公司的电视叫做《这对我的婆婆怎么这么可爱》，对不对？其实婆媳关系也是一种需要艺术的哈。那我今天没有什么时间谈，但是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可爱的婆媳关系，是谁？路德跟拿俄米，对不对？好。那我之前曾经经历过，有一次很有趣，跟一个牧师聊天的时候，也在讲啊，因教会吼有一对婆媳啦吼，啊，婆婆是长老，啊，新妇嘛就好的吼，啊，伫教会活塞嘛，非常的认真啊，两个就是在教会啊什么的都很好，但是呢，这对婆媳哈有一种紧张关系，那紧张关系就在于很有趣的一点，这个婆婆是一个不太爱做家事的人，然后呢，比较袂去重视。清气无清气，安尼就较不大做安尼啊吼。啊，这个媳妇是怎样？洁癖，好啊。然后呢，两个人呢，在之前没有住在一起，但是婆婆年老的时候搬到他们家去住，哇，开戏啊，这个代志就变得比较大条一点。但是两个人因为就是还很彼此之间还知道说，哎，彼此要尊重什么，所以彼此都忍耐掉了啊。但是忍耐掉，我的关系是不能靠忍耐的。关系只要靠忍耐，一定会变康。所以这当中你不去，你让它变打结，它就是到最后就是给你嘎掉。所以这两个到了一个状况之下，就经常就产生了很强的紧张关系。啊，因就来甲无输赢，来甲无输讲，赢来无输讲。啊，无输我刚刚讲，好啦，啊无安尼也就甲因讲，啊无吼，咱来恁兜办一个家庭礼拜，家庭礼拜，办家庭礼拜好不好？啊，两个就很开心，说好，然后在我们家办一下家，很久没办家庭礼拜，看能不能让家庭里面的气氛洁净一下，然后不要那么紧张，这样，然后就说好。结果呢，日期定下来，家庭礼拜的前一个礼拜，婆婆来找牧师，跟牧师说，牧师，你吼刚得敢让用一天，讲一个人的故事，牧师讲路边。你讲吼，迄路边我遐友好因婆婆嘞，对婆婆偌好偌尊敬嘞。然后牧师就说，好啊，这婆婆来讲。过几天媳妇也来了，跟牧师说，牧师，你刚得吼，家庭礼拜你刚看他刚结故事，刚讲路德一样都是路德记哦。好，然后说你可不可以讲一下？那个拿俄米就是那个婆婆，多么对路德多好啊，多尊重他，多爱他。这牧师听了差点笑出来。当然他没有跟他说，恁婆婆嘛被公讲一个。不过一个路德记各自表述呢，一个讲婆婆好，一个讲媳妇好。你说我们圣经有没有很厉害？一个故事哦，婆婆也要用，媳妇也要用，都用同一个故事，有没有趣？这个故事真的非常有趣。他讲的就是说。路德是媳妇，拿俄米是婆婆，然后他们两个呢是一种就是拿俄米是犹太人，路德是不是犹太人？那这个拿俄米呢，他就
那个时代在以色列的那个时代，本地闹饥荒，所以就带着自己的跟着先生，然后带着儿子到一个，比如说搬到台北去住好了哈，就搬到台北去住好啊，结果呢，这个先生过世了，在那边过世了，在异地过世，所以拿俄米很早就变成寡妇，有恐怖。这是婆媳关系来对最恐怖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婆婆是一个寡妇。我女儿每次都说，我以后交男朋友，我一定要调查一下她是不是寡妇，我吓死了。这样，其实真的就是这样，不是寡妇恐怖，而是你有没有那个心境的关系哈。不是说寡妇，我没有歧视寡妇的意思，但是其实就是看有没有调整那个心境。然后你很早就变寡妇。然后他的2个儿子就娶了当地台北的小孩，好吧，娶了2个台北小姐好了哈，然后好娶进来，然后跟他们家里就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然后他们就在台北生活，结果不幸的事情来了，他的2个儿子很快也死了，结果呢变成一家3个都寡妇，好这个公主嘛开始这然后你老了之后就在想说。我北当去继续做台北，我想要回去我的故乡台南安尼啊吼，你想要在台南终老，所以他就想要回去。那么，可是呢，拿俄米心里就想一件事情啊，金融的幸福怎么办？对不对？会不会想怎么办呢？我要回台南啊，这2个台北先生呢，怎么办？所以呢，拿俄米心里他做了一个决定，他做什么决定？他跟他的婆婆，这个婆婆就说。这下面绿色这边很重要。他说什么？你们各自回娘家去吧。愿上主以仁慈待你们，就像你们善待了我跟我已故的亲人一样。好，愿上主让你们有机会再结婚，再回去。这个婆婆放她2个媳妇回去，一直将她回去，因为她觉得我想啊，我这寡妇，我想要这寡妇的感控。我无需要2高体，对不？因为因婆婆健康，内在健康，所以她觉得我都知道有这个痛了，我何必把这个痛加在对方的身上？结果，故事精彩就在这里。其中那个路德，其中的一个媳妇，她跟她婆婆讲什么？请不要叫我离开你，让我跟你一起去。你到哪里我也到哪里，你住哪里我也住哪里。你的民族就是我的民族，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哪里，葬在哪里。除了死，任何事都不能使我们分离。要是我背誓，愿上主重重的惩罚。这媳妇安尼甲你婆婆讲呢，你婆婆讲你紧转去，等你台北，你台北嫁人好啊，卖对我等你台人，你人生地不熟，你落去下港，你唔知影过生活。因媳妇讲，卖叫我离开你，我要缀你去。你去倒你就去，就是遐个故乡就我的故乡。这一句话，其实在基督教里面非常非常的很多人喜欢用，因为它除了是一个人际关系之外，它也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嘛。所以你看哦，有没有大家想一个问题？一个媳妇为什么要这样跟她婆婆讲？如果平常她婆婆都虐待她，你觉得她会讲吗？那糟糕刚才不会嘞，对吧？哎呦，是啊，紧走啊！今晚马安那可怜，不是？那如果今天路的平常就是对她婆婆非常的糟糕，她婆婆会想说：放你去吗？没，一定想我好，你今晚就跟我等你台人，我就来连带你死对不？俩高铁，我以前是怎么过来的？媳妇熬成婆，我怎么可以？我不好过，我还让你好过，怎么可能？在当时的法律上，他们是不能走的，路德他们是不能走的，因为他如果只有单一一个人，他一定要照顾他，不像现在是可以走的，对不对？现在可以，但是当时这样，那你就想，为什么这2个人的关系会这么好？难道是一天就造成吗？是道德上的要求吗？是法律上的绑在一起吗？不是，是心灵，对不对？喜安那安呢？日常生活嘛。你看，这个婆婆是一个信仰犹太教的人，这个媳妇是外邦人哦，不是犹太教，但是她愿意拿她婆婆的信仰当自己的信仰，表示这个婆婆怎样？
平常就是活出那个信仰嘛。我曾经听过一个媳妇很有趣，她就跟我讲说，哎，我婆婆是基督徒了，不过因为我婆婆是基督徒，所以我绝对不会当基督徒。懂我的意思吗？对，你到底是怎么让你的媳妇看见的？然后呢，这个媳妇也是这样，你家就是我家，不是我家还是我家，只有我娘家才是我家，不是，她是你家就是我家，所以平常一定是这样的侍奉婆婆，跟婆婆一起相处，不是把哎呀这是我外头厝，跟外头厝这是阮兜啦，这是婆家，这不是阮兜，不是，她一定是一嫁进去就把对方的家当成自己。啊，这是火兄哎，所以拜托，他们两个很重要的一种关联性就是什么呢？那我们先讲，就是以伤口互相疗愈，而不是在对方的伤口上面撒盐巴。我这位寡妇，所以我知道你们当寡妇的辛苦，对不对？我做过人家媳妇，所以我知道你当人家媳妇的辛苦。OK， 这是在互相的。在对方互相的疗愈，然后让对方走出那个痛苦，那个才是一个好的关系。好，那最后儿子怎么办呢？我后来有一次，我不知道谁跟我讲，忘了，他就说，婆媳相处里面呢，儿子很重要。他说啊，对，就是有一个儿子自己写的，他说他的秘诀就是这样，所有让家族开心的事情都弯过着。所有可能造成冲突的意见表达，儿子来讲就好。我后来发现我先生就是这样啊，这妈妈，这是信徒送你的啦。妈妈，信徒想着讲你生日啦，信徒讲要包这红包给你啦。其实我先生他会知道，伊拢讲好代志拢我做，拢我做。若讲餐厅无啥就要拣这间，伊就甲伊妈妈讲，妈，我讲这间餐厅即摆最近风评无介好，咱换下间。有冲突的事情都他去做，所有的好事都是我做的，对我婆婆好的，想到我婆婆，我细心的都是我做的。你说这样子有没有很聪明？这个儿子就很聪明，对，好，所以这是小小的技巧哈。所以其实男生在婆媳里面也扮演了一些关系，毕竟那是你妈妈跟你太太嘛。所以怎么样去融合两个之间？这我想在大家的相处之间，如果把这样当成是一个听不到，好像没有声音。麦克风关了，要开启。亲爱的大家，我想，校长已经上来讲，应该今天的课程是到这里，可能没有注意到麦克风没有开。那我想我们今天都学习了非常多，所以信如老师，非常谢谢。当然，我最后要请我们的这个课程刘牧师刘牧师应该在线上了哈，请刘牧师要来为信如老师来做一个祝福的祷告。他要去德国留学，当然我不知道，抱歉，3月回来或是有一点小的状况哈，那祝福大家哦。到8月啊，对不对？下个礼拜，所以我们讲说下学期还要开他的课。拜拜，好好的聚餐，那下次见。因为牧师刚好拜拜，上祝你们，因为牧师拜拜，你还是要继续的。教授跟他讲说，可以补上课应该有的啊，欢迎，我们可以上 YouTube。他就要这些时候，拜拜。当然，我们就盼望他赶快回来啊。他说希望说请刘牧师也来帮他祷告，好。
来做一个祝福的祷告。拜拜。当然，下个礼拜三哦，拜拜拜拜。OK，牧师，看校长向你有些督导。问题，不管在线上的，或是说我们当场在这边的， OK， 好，可以提出来。信子老师这边也会来给我们回答。当然在我们在实体上课人有很多好事那个秀英老师下个礼拜三见，秀英老师他送你看，我们在线上的话，他都送你祝福东西大家，我其实可以来关注我们的我想说，这个 有 Live 来讯息现场的话，就完欢全迎大家我们一起学习呢，祝福学习是很快乐的事情啊。好，那么就大家再见喽，好，拜拜，祝福大家好好的吃饭，好好的休息哈，快乐，拜拜。有什么要讨论的吗？糟糕了，他没在听啊。我相信大家人生的智慧都比我多很多啦，只是说呢，有没有做不做得下去而已。真的，有时候只是一个念头，你愿不愿意这样做而已。大家应该都知道该怎么做，但是就是有时候就是有些让心里走不出的坎，然后你就感觉这样做好像没有什么用，好像喝康给那个人，但是事实上呢，饶了别人就是饶了自己。所以有时候你是让自己走得更宽，那对你的人生会更好，而不是那你先不要人际关系就是这样，那种界限就是说，你自己的事情就是你自己该做的，那你不要去想说，因为安拉者我加被安拉者，那个就错了，因为那个界限他要怎么做那是他的问题。那你如果让他影响到你，那你这个什么？你等于是用你自己的人生去帮别人过日子。我想没有人这么傻，你的人生多么宝贵，你为什么要用你的人生去帮别人过日子，对不对？去符合别人的行为，没有必要。对人际关系真的是界限，真的记得一句话：打结不是连结，不要把这个全部都要自己会。这是我们比较难，可能我能提供的，因为我自己也是，我觉得华人社会在家对搞不清楚一点。就是说，反而会觉得说啊，我该我该在清澈心情，我就没钱其实不是，反而是大家很清楚的把界限划开的，例如想象中马路的车子不能够全部擦撞在一起嘛，有一个健康的距离，彼此的关系会比较健康。好，那如果没有的话呢，我最后带大家做一个小小的仪式，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但是我觉得可以帮助我们在每天替你所爱的人、你所重视的人有一个祝福，早上也可以做，晚上也可以做。然后有些人，尤其是我们长辈，你的亲人可能有的人散居在不同的地方，但是你透过这样的祝福，你可以跟他连结在一起。那你如果是基督徒的，你就想象是上帝的祝福透过咱的手流到那一些我们关心的人身上。那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的也没关系，你就透过这个祝福，把你自己的祝福流到他们的身上。那透过这样，你就一次一次每天都跟这些人连结在一起。我觉得对我们大家来讲，可以是一个好的仪式。让我用这样的仪式带大家做今天的结束好，那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也可以；如果你愿意做祝福的手势也可以。如果你没有，你手这样放着也可以，放在胸前好。那我一边讲的时候，你就想着你这些人。我说你的孩子，你就想你的孩子的脸，孩子的名字，然后你的父母，你就想到你的父母的脸，你的父母的名字。好，那我只会讲父母孩子，你就要想你自己那个人的名。好，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那求你把你的祝福透过我的手流到我的孩子的身上，流到我的父母的身上，流到我的公公婆婆的身上，流到我的孙子的身上，流到我的另一半，我的先生，我的太太的身上。求你把你的祝福像一件保护的衣服穿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随时随地都感觉到内心的平安、快乐。
因为有你的祝福，有我的祝福跟他们在一起，我也可以放心的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求你把你的祝福留到我们的家里面，留到我们的客厅里，让我们在客厅看电视娱乐的时候也能够感受到祝福。求你把我的祝福也留到我们在客厅里面的一些冲突吵架当中，让这些吵架冲突不会变成我们的打结，而是变成我们彼此更加的了解，更谦卑的愿意体谅别人，让我们的客厅成为一个带给彼此祝福的地方。求你把你的祝福留到我们的卧室里，让我们在卧室里面的睡眠获得祝福，获得平安，让我们隔天能够有更多的力气跟能量。求你把你的祝福留到我们的厨房里，让我们在这里所准备的饭菜能够成为我们家人、我们自己的祝福跟健康。也求你把你的祝福留到我们的朋友身上，我们在教会的朋友，我们在团体的朋友，我们平时很重视的朋友，让我们彼此有一个健康的界限，但是彼此又有深切的连结。也求你把你的祝福留到我们的教会里，留到我们做志工的地方，留到我们所走的每一个脚步，让我们自己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让我所走过的每一步路，我所遇见的每一个人，在我的身上都有感觉到他们的生命，也好像看到阳光一样，也好像在那一刹那里面感受到我所散发出来的祝福。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所有跟我们一起变老的人都一起交托在你的手里，求你让我们自己成为别人的祝福，别人也成为我们的祝福。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你们可以把这样的祝福放在你们每一天啊。你不是基督徒不要紧，你就用你家己的祝福啊。你要想到讲，希望你行出去，每一个遇到你的人，拢会感受到讲啊，今仔遇到这个阿公啊，哦，伊给我这个面神，我本来感觉就无助的啊，感觉到讲有人关心我，虽然我唔捌伊。我经常遇到这样子哦，就走在路上心情不太好，怎么有一个妈妈，有一个阿嬷对我笑了一下，心里就觉得哇，这世界还是挺美好的，那种感觉，大家其实都做得到。OK， 好，谢谢。非常谢谢信如老师啊，要出国之前哈，还特别来哈教我们这个祝福的祷告哈。那我们其实线上有一些人，我刚刚已经结束，有些人因为刚刚没有声音，好，刚刚完全都没有声音，所以我就先跟大家没有到最后12点之后，所以我会答应会常常为我们的老师，我们也为他来祈求，好不好？如果你愿意的话不管你是什么信仰，如果你愿意祈求，你可以举起你的右手。那音乐牧师用很简单的，我们来祝福主，我奉你的名来祝福你的女儿信如，她要因着主你给她的使命，她要出国去做一些研究，这个研究将来要祝福非常多的人。主，你与她同在，主，你赐给她你全备的智慧，你保护保守她出入得着平安，直到回到我们当中再次来分享。主，你在他生命中一切的美好，跟他所得到的是从你那里来的。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还要再